我喺網上咧就睇到呢一段片，據鋪片嘅樓主講咧，片段係喺銅鑼灣某粉麵店拍攝啊。只見有隻老鼠咧，疑似喺堆食材度切出咁轉啊！隻老鼠啊，仲識得望鏡頭添啊！嗱，雖然參與演出嘅只有一隻老鼠，但鋪片嘅樓主就表示啊，幾兄弟開 party 玩得好開心，仲走出走入唔驚人，可能係常客都未定喎。不過香港鼠患嚴重啊，食肆發現鼠蹤啊都見怪不怪啦，係嘛？